像这个学校开学咯，学生囡仔寒假的期间，手机不离身，用这个手机来耍游戏、来看连续剧，要安怎把心收回来呢？亚洲大学心理系老师讲，协助囡仔减少来使用手机有撇步。来看咱这个报道。 开学上课，耍手机看戏剧、耍电动时间变少，互真侪囡仔得到开学症候群。通常我们都会建议说，收假之前要逐步的减少网络时间使用，很多手机用太多这个状况。心理系老师就建议，会当定计划，亲像设定手机使用时间，会当甲厝里的人开讲运动，互囡仔有好耍的代志通做，就免惊因规工耍条条。大人们其实本身也会变成一个示范的一个角色，会希望就是家长跟小孩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渐渐的把3C 用品，先把它移除掉。 然后再跟他一起找一些事情做。减少手机使用时间，家长家己嘛要讲会到做会到，加陪伴家己的囡仔，因才袂无聊甲会想要去吸3C 产品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